Hello，大家好，今日就嚟介紹白石龍站嘅車站智能，上集介紹深圳北站，今日集就到白石龍啦。今日封面色係畫面就白石龍啦，所以就用白色為主嘅，然之後有啲啡色啊，加啲黃色嘅，即係淺啡淺黃啦。然之後就插圖就有啲人嘅，然之後左邊呢份呢就2012年6月啦，右邊呢份就2025年12月版本嘅。咁啊個 MTR 港鐵 logo 咧就搬咗右上角啦，咁個紅框咧就變咗下面嘅條底線啦，然之後個車站文字白石龍咧搬咗左邊嘅，咁刪除咗個 WW 呢度嘅。好，打開第一頁咧就有呢個少少公司簡介啦，同埋票價表嘅。然之後就睇呢個路線圖啦。咁我哋中途會插播呢份嘅2024年12月版本嘅，嚟作一個對比嘅。咁啊，首先路線圖啦，就係將呢個白雲廣大轉翻做白旺站啦，然後開通嘅站點咧就冇寫喺度嘅。然之後呢個車站資訊之後再介紹啦，因為搬咗喺落後面嘅位置圖下面嘅，所以你就直接睇呢個白石龍站嘅街道圖啦。咁啊，白石龍站就唔係轉車站嚟嘅，喺呢度。咁以前白石龍站啦就係咁嘅。咁你見呢個住宅啦同埋學校都係相當的少嘅，對比而家嚟講，2012年6月啦。咁而家就加多咗好多嘢啦。咁啊，白石龍站呢度啦，咁你有條線嘅，你見到隔離就有6號線嘅經過啦，但就唔係可以轉乘嘅。咁啊就有 A、B、C、D 出口啦。咁啊 B 咧就分開。B、C 咧就分開咗兩個分支出口嘅。咁下面嗰啲圖例轉翻咗下面啦，咁啊智能針改咗右邊嘅。然之後我哋就直接睇呢個地標啦。地標都多嘢講喎，因為佢嗰個住宅都改咗好多嘢嘅。首先啦，呢個公共服務及設施呢個白石龍社區健康服務中心咧就改咗做白石龍呢個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啦。然之後文娛及購物咧就加咗呢一堆啦，就係九龍會啦、星河高 City 啦、呢個龍華印象會啦、白石龍音樂公園嘅。然之後學校方面咧就係呢個都改咗多啦，冇咗個陽光新苑幼兒園啦。然之後就有呢個深圳龍騰學校，呢個龍騰學校北辰校區咧就係加咗括號喺北辰校區度啦。然之後呢個幼兒園咧就變咗呢個就係冇咗呢個，然之後加咗呢個龍華區第7幼兒園嘅。然之後住宅方面啊，就係加咗呢個中航陽光新苑啦，就係中間加咗一點啦。咁啊，呢個萬科金城華會咧，呢個萬科金城華府咧就一樣嘅。然之後就加咗呢個龍澤苑啦，咁呢邊就冇嘅。咁呢度啱先講提及呢兩個之外咧，就都係冇咗嘅。咁主要大廈方面咧，就係加咗呢個書香門第中心大廈同埋呢個新龍大廈嘅。咁啊，商鋪方面咧就係呢個品信坊咧就由 B 出口改做 A 出口啦。然之後 B 出口嗰邊就加咗個如一烘焙嘅。然之後就睇呢個公共汽車站啦。咁就公共汽車站咧就係咁樣啦。咁呢度唔詳細講啦。然之後就係睇呢個位置圖啦。咁位置圖以前咧就係得幾卡嘅，咁啊比較簡陋啲啦。咁啊而家咧就係咁嘅。咁有 AED 機啦，咁啊上個版本都係 AED 機嘅。然之後洗手間加翻嗰個另外一個洗手間嘅 logo 啦。然之後其他就係變化唔算太大。咁呢度嗰個 C 出口同 B 出口嗰個標示嗰個
往呢個九龍匯通道咧就係冇咗嘅。咁呢個就係2012年6月啦，咁呢個2024年12月啦，咁呢個就2025年12月嘅。咁你直接睇呢個車站資訊啦。咁白石隆站嘅車站資訊如下啦。咁就開站時間為早上6時28分啦，就變咗6時10分嘅。然之後就冇變過啦。咁關站時間為一開始就係晚上11時27分嘅，然之後到凌晨11分啦，然之後冇變過嘅。咁往福田口岸咧，首班車就係6時38分啦，然之後提早到6時20分而冇變過嘅。尾班車就係晚上11時15分啦，然之後就係11時36分，然之後就推遲咗1分鐘，就11時37分嘅。咁首班車往牛湖方向咧就係6時47分冇變過嘅，咁尾班車都冇變過嘅。咁往清湖方向嘅尾班車就係11時17分啦，就變咗凌晨01分而冇變過嘅。咁之前嘅首班車咧就早上6時47分嘅。好，所以今日集嚟介紹呢份嘅白石隆站嘅車站指南咧就到此完畢啦。我哋下一集將會嚟介紹民樂站。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